镜头来台南之前有一个姓曾的查甫老师，伊伫台南高雄驾车时，煞走去隔壁台南大学去偷摕上百领女大学生的内衫内裤不输鬼。因为安尼食官司，毋过呢，监察委员认为讲学校当时并无做校安的通报，敢若互伊是头路准线，认为即马台南高雄、台南大学甲教育部拢爱负责任，拢爱检讨。窃盗案偷摕物件百种，毋过担任老师竟然偷摕查某学生的内衫裤。姓曾的男教师10年前伫台南高雄任职，竟然走入去隔壁台南大学的宿舍，3届偷摕上百领女学生的内衫裤。毋过，一直到民国106年，以任职的中立家乡牵涉到师生恋的性平案件，台南高雄早展开偷窃案的性平调查。整个事情被掀开来，然后教育部也要求要调查，所以才又回溯102年偷内裤的这件事情。台南高商成立了性平会，可是性平会这是一个跨校的一个事情，他不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调查。姓曾的教师的不法行为引起监委的关心，监委认为台南高商迄个时阵无启动校安通报，进行性平调查，随便互姓曾的查甫人离职。台南大学无依照性平规定提供受害者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，教育部各教师是无限尽督导责任，拢有检讨改进的必要。他的动机是很有性别的一个意图，就会需要做到精神科的一个犯罪情况的一个评估。如果你把它界定它是一个财务的一个犯罪，就不会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。国民团体认为，姓曾的老师偷摕女学生的内衫裤，这个行为已经造成被害人互人冒犯的感觉，应该当作性平案件谨慎处理。对于监委的调查报告，台南高商回应，106年针对姓曾教师伊的犯行，有依照教育部指示启动性平停事，嘛尊重监委的调查结果。教育部是回应，也未接到监院的正式文书，下天后接到了后进行相关的研究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